你知嗎？我哋一定小心保管好，同盡快實名登記啱啱買翻嚟嘅靚號，唔可以俾啲老鼠偷咗去。如果唔係，好大件事噶。你諗下，你可能等咗個號好耐，一攞到手就好鬼開心，結果就唔記得咗要實名登記，擺埋張卡去一二邊。啲老鼠仔咁啱又好爆唔爆咗你地方喎，咁佢哋就會偷咗張卡翻自己地頭，開始 plan 點用佢嚟整侵略地球大計噶啦，就好似咁樣。最後佢哋就會成功霸咗地球，變咗世界上最強嘅生物啦！你話係咪？靚號到手唔嗱聲實名嘅後果係咪好大鑊呢？齋想象下都好恐怖。溫馨提示：上述情況純屬個人想象，並唔反映真實情況。不過咁，如果唔記得實名，的確會好大件事。後果就係直接唔見咗個號。因為如果一個電話號碼冇實名一段時間，就會自動認定係冇人擁有，擁有權會自動交還俾電信商。以上係優質靚號嘅小小提醒，我哋都唔想大家好唔容易到手嘅靚號，轉個頭有冇咗啊？